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回有讲到约拿的故事，咱伫第一讲的中间，咱有分享约拿无要接受上帝的呼召，上帝爱伊去尼尼微传福音，伊却完全倒变的方向，坐船往塔斯，就是西班牙的所在去。上帝就予伊的船拄着大风浪，船顶的这船员不得不只好将约拿迄入海里来平静这个风浪。今日咱要继续来看这个故事。透过安尼，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传福音的人应该爱具备的条件。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这个时刻用谦卑敬虔的心来祈求你，恳求你赐落你的话，也恳求你赏赐阮有专一的心智来接受你的话，而且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恳求主你赐落丰盛的听心信心，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去行。阮相信，如果若安尼，阮的确会当领受祝福。恳求主帮助阮，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好，咱要接续顶回故事，继续来甲大家分享。咱顶回有提到约拿被迄入海内底。海涌就平静落去。这时阵，上帝就派一只真大只的鱼，将约拿吞入伊的腹肚内底。这咱伫主日学内底拢捌听过。约拿伫大鱼的腹肚内底3暝3更，伊伫腹肚内底反省，了伊做一个真好的祈祷，就是伊知影伊无法度拒绝上帝的呼召。伊就决定顺服上帝的命令。接下来就是今仔日的经文，上帝搁一遍约拿讲话，伊对伊讲：“你往尼尼微迄个大城去，遐个人宣告我吩咐你讲的话。”意思讲，上帝爱约拿扮演先知的角色，去传讲上帝爱伊传讲的。所以约拿就服从上帝的命令，往尼尼微去。圣经中讲，尼尼微是一座真大的城，需要3天的时间才行得完。叫约拿就进城，用1天的路程，就四界去宣扬讲，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了。我想，连约拿嘛，家己嘛唔相信，伊安尼传播了，竟然尼尼微城的人，即外邦的人，竟然相信伊所讲的话。对上帝爱伊传讲的话，所以因就知影讲，家己有真邪恶的行为，有可能爱因为安尼受到审判，所以因就决定要禁食，甚至连尼尼微城的国王，就是亚述帝国的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了，伊就离开宝座，脱落伊的王袍，然后披上麻布，这其实披麻布就是代表讲忧伤痛悔的心啦，愿意悔改的意思。伊就尼尼微人发出一个通告，说所有一切人甲精神拢禁食，而且拢披麻布表示痛悔。每一项拢爱对上帝祈祷，而且安怎上界重要的是爱停止邪恶的行为。无搁再做强暴的代志，因想讲，我检查安尼，咱对上帝恳求，搁停止咱的歹作为，检查上帝因为安尼来改变伊的心智，无搁再生气，咱就无至到灭亡。这个上帝看见因所做的一切，看见因放弃邪恶的行为，所以上帝就改变伊的心意，无将伊原本的宣布的灾难降予因。咱今日来看这段经文，要来思考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咱需要注意的各项事。传福音是咱每一个人的使命，咱拢需要负担这款的使命。咱今日要来看约拿所做的，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伊有3个方面爱注意的，牧师要分做3个方面，甲大家分享。第一就是讲对上帝爱安怎；第二就是对家己爱有啥物款的要求；第三对别人爱安怎。咱首先先来看第一项，如果咱若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第一，咱对上帝就是爱顺服，就是爱完全顺服上帝的命令。咱看见，当约拿第一遍拒绝了，上帝互伊拄着这大风影，然后借大鱼来吞入腹肚内。约拿知影讲，伊无法度拒绝上帝的呼召，所以当上帝搁一遍对约拿讲话的时阵，伊讲：“你往尼尼微迄个大城去，遐人宣告我所吩咐你所讲的话。”约拿就安那服从上帝的命令。这一个传福音的人需要听上帝的命令。约拿第一遍拒绝上帝的呼召，但是上帝给伊第二遍的机会。上帝爱传福音的人，就是爱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咱知影去做兵的人拢知影，你若做兵的人无听顶司的命令，你命出去烧战，命伫烧战顶面得胜。咱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的人，咱就爱听咱的顶司上帝，爱顺服上帝的命令。什么是顺服？牧师要分2个角度，甲大家做伙来看。什么是顺服？顺服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就是爱谦卑啊，爱谦卑伫上帝的管辖伫你下面。咱若看彼得前书第5章第6节安尼讲：上帝主动骄傲的人，赐恩典予谦卑的人。所以你乃家己谦卑家己，服伫上帝的大能手下。时间若到，伊得较互恁成全。所以彼得前书的作者安尼讲，咱得先爱先谦卑，只有谦卑了，才会当顺服啦。所以谦卑是顺服的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咱要顺服伫上帝的管辖下面，都爱先有谦卑的态度。有谦卑的态度了，咱自然而然会当完全顺服接受上帝的掌管。做任何代志，无搁再为家己想，反倒当是为着专心，为着要满足上帝的心意来做。我前几天顶礼拜去参加一个所敬重的这个牧者的告别式，是过去伫咱台湾教会面对着真大的挑战的过程中间，伊有负担真大的责任的王南基牧师。我去的时阵，我就看到伊伫这个听书表顶面有写一句话，这是伊一生的座右铭。拢总12字，是啥呢？讲为家己无所求，为上主求一切。为家己无所求，为上主求一切，这就是人生的态度。伊无论伊伫教会中间服侍，还是伫中总会内底服侍，还是讲伫社会中间咧参与社会行动，拢是为家己无所求，为上主求一切。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牧师伫过去服侍过程中间，有看到有一寡人，其实服侍是为着要荣耀家己。服侍是为着要互人看讲我有偌尼大的影响力，你看我偌尼会晓传福音，会晓带领人。常常讲家己荣光的历史，袂去将荣耀归乎上帝，这种是无正确的观念。咱来明白，一个人之所以会当悔改信主，咱传福音的人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啊，大多数拢是因为圣神的感动甲帮助。咱只是上帝的器具，咱毋是主人，咱是器具尔。咱看到一幅画，画了真水，咱会学了讲哇，这画图的人真会画啊。咱袂讲迄笔走出来讲哦，是我的功劳，是因为画图的人控制迄支笔，才会当画出遐尼水的图。咱只是上帝手中的一支笔尔。这点咱还真清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要有这款的理解。咱只要愿意谦卑落来，互上帝使用，
才有可能成就福音的效果。第二项，若咱有谦卑的态度了，咱就会当听谈，而且实行上帝的命令。咱看见着耶稣伫山上宝训的结论，这就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如。伊讲：既然听见我的话，佮去行，好亲像一个聪明人将厝起伫石盘顶面，雨淋水冲风吹，迄个厝总是袂倒去，因为根基是立伫即个石盘顶面。所以，咱来理解来讲，耶稣爱咱听了，佮爱去行。咱看雅各书的作者嘛安尼讲。伊讲，所以咱挣脱一切不良的习惯甲社会行为，用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种伫恁心内的道，就是迄个会当拯救恁的道。但是你毋通欺骗家己，掠做只有听道就有够，反倒当恁需要将伊行出来。所以这两大经文拢真清楚，甲咱讲两项重点，这就是爱认真听。耶稣要求咱爱认真去听伊的话。今仔日基督徒面临一个真大的困难，就是常常毋知耶稣讲啥物话，就是常常毋知圣经的真理到底咧讲啥物话，甚至会误解耶稣基督的话，对圣经的话断章取义。这就是为什么研读圣经遐尼重要。咱若真用心，将家己委身伫读圣经中间，咱才会当真实听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咱伫疫情的中间，咱有缘透过网络，甲大家分享过去查经的资料。咱即回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加勒泰书。加勒泰书其实咧讲一个信仰的一个真重要的主题，就是咱安怎得到拯救。拯救之道是啥物货？所以咱认真去读，你就知影讲，你为什么会当得到拯救？袂去对别人黑白做。所以认真听是真重要。听了爱行出来。咱知影，知识爱转变做行动，才算作完全。一个人有可能伫圣经考试中间考到真悬的分数，但是有缘毋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知识爱化作行动，理论爱付诸实行。神学必须要真做咱的生命。咱若有真侪神学的财物，却无法度甲咱的生活结合，安尼是一切拢是空空。譬如讲，咱若无准备要照医生的吩咐去行，你看医生有啥物路用？咱若无要接受苦劝，你去找专家有啥物意思？千千万万的人，每一礼拜拢伫礼拜中间听教会牧师讲道，咱拢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如果咱若无实行的意愿，安尼一切拢是空空。咱若真正要做耶稣的门徒，就是爱听了解去行，就是爱完全顺服。佮另外，咱对这段经文中间，咱嘛来思考一点，就是咱到底是要宣扬啥物话？咱看去圣经中间，约拿进城行一日的路程，就宣告，佮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被毁灭。这当然是一个警告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这是上帝爱与传讲的悔改的信息，这对当时的尼尼微人是非常重要。咱今日徛踮伫台湾这个所在，咱要宣讲什么款的福音真理？啥会是台湾人的福音？福音咱拢知，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啥物好消息？是耶稣战赢一切死失权势的好消息，是耶稣为咱所带来的好消息。福音的真理是耶稣本来是上帝，伊道成肉体，成做人，来到世间，有医病赶鬼的权能。伊是无罪的人，但是为着咱
有罪人受钉伫十字架顶，然后死了，搁活上天。这是一个完全的福音，为着耶稣来到世间，是为着要为咱带来永远的活命。有人传福音传一半，只有传耶稣会当医病赶鬼，会当带来祝福。接续都无讲，就袂记讲。上界重要的是耶稣爱人悔改，让人得到永远的活命。有人传耶稣伫今生会带互人丰富，无讲来生审判的代志。有人传福音只讲只要来礼拜，领受祝福，来到教会会当得到真济福利，毋免认罪，毋免悔改，这拢无完全。咱毋通将一个完全的福音，把它稀释了来变化去，迄毋是福音。虽然今日伫台湾，就是爱宣扬一个真重要、正确的福音，互人因为安尼领受祝福。即拢爱讲，愿传福音的人，就是对上帝爱负责、爱顺服。传福音的人第二项，对家己爱安怎？传福音的人对家己爱甘心乐意。传福音的人爱有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就是心甘乐意。咱看见着约拿心唔甘，情唔愿去传福音。检测传福音有效果，伊生命嘛袂因为安尼来喜乐。要安怎甘心乐意？第一个，咱爱有一种态度，咱爱明白讲，咱领受这款的呼召，是一种上帝互咱的祝福。咱看见着保罗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伊就有这款真重要的态度。咱若看哥罗西书第1章24到25节，这段经文我读了真感动。伊保罗咧讲伊家己的一个心志，伊讲我现在感觉为着恁受苦是一件快乐的事。咱知影保罗传福音，爱承受真济侮辱，承受真济苦难，但是伊来看到是一件快乐的事。伊讲因为我伫肉体受苦，等于继续咧担受基督为着伊的身体，就是伊教会所忍受未完成的苦难。伊是参与伫耶稣基督起造教会的一件事工中面。我为着恁的利益，上帝将这个任务交予我做教会萝卜。这个任务是爱我充分将上帝的信息传开。所以这是保罗一个心志啊！伊讲我受呼召，这是上帝交代我的一件事。伊予我的生命虽然面对真侪困难，但是是充满快乐的。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萝卜应该爱有的态度，爱将传福音的呼召看作是上帝赐予咱的一种途径。也因为安尼，咱就当甘心乐意、尽力去传。尽力去传。咱牧师过去捌甲大家分享真侪咱台湾第一代来传福音的这前辈。牧师咱讲过，如果这人留踮伫因的国家，拢是会真有成就啊，拢会当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因甘愿牺牲这来到百外当前，依然是一个蛮荒之地的台湾，将因的生命献予这个土地。今年是马偕来到台湾150周年。其实咱知影，伫1871年马偕首先到高雄去，伊伫高雄发觉讲，南台湾已经有真侪牧者同宣教师咧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就志愿去到迄个无人的所在。伊讲，安尼我去北部，所以李秀牧师就甲伊做伙坐船，经过2天。伫1872年3月7日开始出发，2天了3月初9，船进入这个淡水河口。伊伫家己写的记录中间讲，我夜北往北往南观看，然后看日落，迄个内面看到迄个真青翠的山岭，
伊讲我心灵非常满足，心神安宁而且清净。我知影就是即个所在。伊讲我心中有种真平静、真清楚的声音对我讲，即个所在就是啊。甲伊各位同行的即个李修牧师也对伊讲，马街这是你的教区，所以因就上伫淡水登陆，开始马街伫北部的工作。伊首先甲李修牧师对淡水一直行到大社，即个路程差不多23天。伫即个段时间中间，伊发觉讲，伊主要的宣教对象拢是讲台语的，所以伊就做一个决定，伊等于到淡水了，伊就开始用心学台语。伊就尽量无要甲遮后面的人士做伙，拢去对迄个咧顾羊顾牛的，遮个囡仔学台语的口语，暗时学汉字。所以伫5个月了后，伊开始用台语讲道。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咱学英文拢学足久着，即马拄着外国人，煞毋知咩讲袂出嘴。伊学5个月了后，开始用台语讲道。第一篇讲道篇是：我要怎样做才通得救？咱看见着马家迄种认真的态度，因为伊对福音迄个事工的热情，是推动伊拍拼去做。因为伊心中一定期待更加侪台湾人得救，这是伊的使命。这种认真尽力的态度，一直到伊死以前，拢是安尼。咱知影最后马街是因为得到脑癌过身的。伊过身前几工，伊悠然抱着伊的病痛，无法度讲话，用手伫这黑板顶面用粉笔写伫黑板顶面，将伊还未上完的课要讲互伊学生听。马街是一个到死拢袂记起认真做完上帝所交代伊事工的人。咱看起伊的一生，伊一个人设立60几间教会，听说的信徒差不多3000人。北台湾的新学教育、中学教育以及现代医疗，拢是对伊开始。这种工作的效果，是因为伊真尽力的精神，就是甘愿的精神所带出来。这值得咱去学习啊！所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对家己的要求就是爱甘心乐意。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做伙来想的，就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对别人的态度就是爱关怀，将别人的得救看作是家己的责任。咱需要有这款的观念，看别人的得救看作家己的责任。牧师过去伫南部服侍时，捌一个长老娘，伊就时常爱甲别人分享福音，伊把握真侪机会。伊有时爱坐计程车，伊就是爱甲计程车的司机开讲。有一回，伊对因厝里要坐到台南的迄个文化中心，差不多爱10几分钟、20分钟的路程，伊就开始甲即个司机开讲。开讲真欢喜吼，伊感觉你要甲伊讲即个有关福音的代志的时阵伊发觉讲哇，文化中心你要到啊！伊就对这个司机讲吼，司机啊，我突然间改变主意吼，你叫我说几日啊？因为我有个话还未讲了啦，钱照算袂要紧，迄司机就反正就让趁钱就继续开，伊就过来讲，讲一年讲无够，佫说一年啦讲到尾仔讲到最后，伊感觉伊爱讲的话拢讲了，迄司机嘛心中真感动，伊就最后伫咧文化中心头前为迄个司机做决志的祈祷，伊才落车，佫留伊的手机啊，我嘛讲以后会当甲伊联络。我听伊咧分享的时候，我心中是真感动伊甘愿为着要互人听着福音，
我牺牲一点仔时间，牺牲一点仔金钱，不要紧。我过去嘛捌参与一个事工，就是当时阵我所服侍富强教会甲圣代病院有一个伙伴关系。咱知影圣代病院甲马街无共款，马街是教会所设立的，所以内底有医模式，真侪同工会当做福音的事工。当时阵圣代病院伊内底只有一个团契，嘛是基督徒所组成的团契。这个团契因伫病院内底有人咧做传福音的工作。如果有人愿意接受信仰，因着照即个病人徛起的所在，比如讲这病人病好出院了，等于到伊所徛起的区域，附近的教会甲因成为伙伴关系，对将这人介绍教会，互教会人继续来关心的工作。我就参与这个工作。因若有住伫阮附近的这个病人要未信主的，伫病院内底有决志，因就甲阮联络，阮就能去关心这个人。我伫参与因的祈祷会时，发觉讲，伫遐人真正每一个人拢真有传福音的热情。现在一寡教授，拢亲自参与探访病人、替病人祈祷的工作。有一个教授讲，伊讲，互病人得到福音，其实比肉体得到医治更较重要。而且我嘛听到真侪真感动人的见证。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查某囡仔，伫屏东咧读册，得到急性的肝炎，住病院。这团契的人去来探访，甲伊分享诗歌。伊过去捌参加过学生团契，知影安怎唱诗歌。所以这当工就甲伊做伙唱诗歌了，替伊祈祷了，要离开。这查某囡仔讲其实伊住伫病院嘛无啥物代志即摆加上也无做啥物治疗只是讲遐咧观察所以无我甲你做伙去传福音嘛所以这病人咯对这个同工做伙去传福音穿衫咧但是去游玩去挂迄个病院的迄个人迄个病院的名牌啦因就去探访别间病房的病人来到一个病房看到一个病人倒咧，伊的太太伫边仔咧照顾伊。因就开始对传福音、唱歌、唱诗歌，互即对夫妇听。诗歌当唱无偌久了，即个太太煞真感动，流目屎这查某囡仔就摕卫生纸来拭目屎。这太太就来讲我即摆流的是欢喜感动的目屎伊讲伊丈夫50岁就破病得肝病，到今仔日67岁伊讲伊伤心的目屎已经拢流干。伊讲恁所讲的耶稣会当带来更好的活命，因愿意接受。圣神伫迄个时阵动工，因就马上带伊做决志的祈祷。后来这动工转去了就甲医学院的教授分享这件代志。迄教授感觉非常惊讶，讲照资料来看迄个得到急性肝炎的这个病人真严重根本都无可能起床更加别人讲要去人唱歌传福音，但是因为这种使命感，可以伫迄个所在成就这么大的工作。后来这个查某囡仔伫住院5天了，就复原出院。我只会当讲，这是上帝一种心力，是一种传福音的热诚，互伊家己甲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爱将别人的得救看作家己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这传福音的人会当领受一个真大的祝福，就是当伊看到人得救了，内心的欢喜。虽然咱伫最后一章约拿最后一章，咱后礼拜会看检测约拿对上帝无处罚毁灭尼尼微的人充满怨气，但是这甲上帝的心意完全无共款。咱看见着路加福音书，耶稣用3个譬如咧讲，这侪人的悔改伫天顶的喜乐，要比
已经有99个无需要悔改义人，所有的喜乐更加大。所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上界大的报赏，就是看见伊传福音互人，人得到救了，伊内心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牧师要鼓励大家，如果你若要享受这款的喜乐，你就爱互家己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咱最近受疫情的影响，但是我相信疫情真紧就要结束。福音的工作袂当因为任何阻碍来停止。我期待大家拢毋通做信仰的逃兵，反倒当爱做福音的精兵。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予咱对上帝顺服，对家己甘心乐意，对别人会当互相关怀。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亲自透过你的话，予阮明白，阮应该爱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求主赏赐阮信心，予阮会当顺服上帝的命令，会当甘心乐意将阮本身献上，透过阮关怀的行动，将救人的福音甲别人分享。恳求主赐福保守，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